一二三，雨伞下，我一个人的脚步慢慢行，目睭内看着恁两人的影。爸母命，青梅竹马的情缘已经定，爱着你，愿望手又安怎？敢是注定你甲我无缘作伴？无情也快车载着我，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有爱我？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陈淑萍和乌兆邦的新歌《无情也快车》。来，我们来看歌谱。这首歌是2024年12月10日才首播的新歌，哇，才几个月而已哈！作词作曲呢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真的是很棒哈！这个音乐呢也不过就哆瑞咪发嗦拉西。再加上5个半音总共就12个音能够写出这么多的歌真的是好棒棒！来给大家介绍这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这首歌请看一下左上角，E等于 F， 就是这是个 F 大调。F 大调是什么意思呢？ F 大就是我们在钢琴上面找到 F 的这个音，弹下去要唱什么？唱哆。那它的 Re 在哪里？它的 Re 在隔壁。哆跟 re 中间是全音，哆跟 re 就在隔壁。那它的咪呢？咪就在嗦的隔壁拉所以哆 re 咪发呢？发跟咪是半音，所以发在这里这就是它的哆 re 咪发来，那这首歌呢哆 F 大调找到 F 的那个音，我们要唱哆。那再来呢它是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4拍了，速度比我的心跳快一些，84比我的脉拍是74那个用运动手表的测量通常都74它是84快一点了所以请要注意，这是一个轻快的歌曲所以我们呢不要唱得太黏停停停，嗦啦嗦嗦，嗦咪嗦啦哆西啦啦嗦啦，一起来，停停停，嗦啦嗦嗦。停，嗦咪嗦啦哆西啦啦嗦啦，雨伞下，雨伞下，雨伞那伞有2个音，伞，雨伞下，停半拍，然后嗦咪，停嗦咪，停嗦咪，来继续嗦啦，来停嗦咪嗦啦哆西啦，停，我一个人的脚步，我一个人的。的有滑音，从拉滑到哆，脚步拉嗦拉，慢慢行，慢慢行，行有滑音，嗦滑到拉，嗦拉，行行从头，1、2、3，雨伞下，我一个人的脚步慢慢行，嗦啦嗦嗦嗦啦嗦。停，拉嗦咪瑞瑞哆瑞2、3，嗦嗦啦嗦，停，拉嗦咪瑞瑞哆瑞2、3，目睭睭有2个音，嗦嗦啦嗦嗦啦，目睭来停。看到恁两人的影，恁两人就是你们2个人停，拉嗦咪瑞停，看到恁两人的影有滑音，请从咪滑到瑞，咪瑞影，目睭来，看到恁两人的影2、3，影有3拍，所以瑞。后面还有2拍，来目睭来，目睭来，看到恁两人的影，嗦嗦啦嗦，哆瑞咪咪瑞哆啦啦嗦啦，
刚才前面的那一句呢是女生陈淑萍唱的，接下来换乌兆邦了。来，乌兆邦唱什么呢？嗦嗦啦嗦，听哆来咪咪来哆啦啦嗦啦，再一次嗦嗦啦嗦，听哆来咪咪来哆啦啦嗦啦。好，来。白母母两个音，白母嗦嗦啦，白母名，白母名，听青梅竹马的情缘，嗦滑到啦来，白母名，听青梅竹马。青梅竹马，来再来一次，来青梅竹马的情缘，好来，我们白母名来，白母名，听青梅竹马的情缘已经定，好再来念一次来，白母名，青梅竹马的情缘已经定，好，我们来唱歌谱来，唱歌词来。白母名，青梅竹马的情缘已经定，嗦嗦啦嗦，嗦嗦啦啦嗦哆来咪咪来二，来嗦嗦啦嗦，嗦嗦啦啦嗦哆来咪咪来，嗦嗦啦嗦，嗦嗦啦啦嗦哆来咪咪来二三。爱着你，不愿放手又安怎？爱着你，不愿放手又安怎？好，这个男生女生唱完，男生唱，再来两个人合唱。敢是注定你甲我无缘做伴？来，敢是注定你甲我无缘做伴？来，感谢来，re do do mi re do la re mi re do do 2 3 4 5 re do do mi re do la re mi re do do 2 3 4 5，感谢re do do。感是注定你甲我转音要滑音要带进来，敢是注定你甲我无缘做伴？2 3 4 5，安尼唱到这主歌了，唱完了，过一摆来。敢是注定你甲我无缘做伴？一二停，嗦啦哆来咪咪咪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咪咪来来哆来，嗦啦哆来咪咪咪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咪咪来来咪来来咪来来咪来半拍咪来来哆好。看，我们看歌词来，唱个家呢？哦，这个陈淑萍女生先来，无情也快车载着我，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无情也快车载着我，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来，我们来唱唱看，嗦啦哆来咪咪咪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咪咪来来哆，歌词来，无情也无情也快车的无有两个音，无情也快车来，无情也快车在这个在的滑音在后面，咪瑞瑞咪载着我。载着我，好，从前面来，无情也快车载着我，袂一样，跟那个无一样，袂离开的袂呢。有两个音，袂离开心，咪嗦咪心爱，袂离开心爱的人啊，袂离开心爱的人啊，哆瑞瑞哆啦，哆瑞瑞哆啦，哎，在这里呢哆哆。这个前面要休息3/4拍，老师你来怎样3/3拍？当然在啦，零脚底下一条线就是半拍嘛，又一个附点，附点是前面的一半，对不对？半拍的一半多少？1/4，1/2加1/4多少？3/4，所以这个我呢剩下1/4，停，哆瑞瑞哆啦，过一摆来。停，哆瑞瑞哆啦，哎，节奏抓好来，停，哆瑞瑞哆啦。
瑞瑞哆啦哆瑞瑞瑞嗦咪瑞，哎，这一个呢，哆啦哆是一个切分音，跟这个一样，应该要把它框起来。老师漏掉了框，那这是个切分音。同学问我老师切分音是哪一个切啊？这个头家豆干还大切一半啊，就是那个切豆干的切啊分呢1分钟2分钟的音，这个两头短啊。前面多2条线，最后一个多也2条线，中间拉是不是1条线？对，两边比较短，中间比较长的切分音啊，两头短，中间长的切分音。来，我们从头来怎么唱来呢？听哆瑞瑞哆啦瑞瑞哆啦哆，好，所以这个怎么唱？哆啦哆哆啦哆哆啦哆哆啦，要快一点，然后这里要停一下下，然后才哆瑞瑞哆啦哆瑞瑞瑞嗦咪瑞，好，这个瑞嗦咪被框起来的哈，它也是个切分音的，瑞嗦咪瑞瑞嗦咪瑞瑞嗦咪瑞，好，来从这个哆来停，哆瑞瑞哆啦瑞瑞哆啦哆瑞瑞瑞嗦咪瑞，我一直回头，我一直回头，我一直回头啊来，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有爱我？好来，咱唱看卖来听，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有爱我？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有爱我？好，过来呢，系。拄只陈淑萍唱，即马换乌兆邦啊！来，乌兆邦来了，来，嗦啦哆瑞咪咪嗦咪嗦咪咪，嗦啦哆瑞咪咪嗦咪咪啊！带着哆啦哆瑞咪咪咪瑞咪啊，这是变成嗦咪咪，哎，越垫越高哦哦，对，这里哈好几声比较高。无情也快车好一声，无情也快车好一声，嗦啦哆瑞啦啦啦嗦嗦咪，嗦啦哆瑞啦啦啦嗦嗦咪，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无情也快车好一声，好一声，好一声，好有半拍，一声2个字合起来才半拍，好一声。无情也快车好一声，要离开心爱的人啊！嗦啦啦嗦咪，哎，又来了呢。刚刚那个我一直回头也是前面3/4拍休息，后面是1/4拍，所以这个我哎一样，跟这个我一样很短啊、哦。来停，嗦啦啦嗦咪，啦啦嗦咪，嗦啦哆哆啦嗦嗦，停，好，来我来，嗦啦啦嗦咪，啦啦嗦咪，嗦啦哆哆啦嗦嗦，停，好，来我来。哎，我们唱歌词来听，我心内的话，我心哎，来，再一次来听，我心内的话，心内的话，比风吹拍长线，拍长线，拉长有2个音，拉跟嗦。好，再一次来停，我心内的话，心内的话，比风吹拍长线，停。好。后面呢，嗦啦啦嗦，哎，又很熟啊，我知影，好，这个跟前面有一点哈，这个有一点像哈，来，所以我们来从无情也快车来了啦，无情也1、2、3，为什么我数3拍？因为无情也快车是第4拍，所以前面3拍休息嘛，啊，这2拍，因为我们没有从这边无演奏盘来唱，所以你一定要数3拍，第4拍无情也快车，我们再唱来1、2、3，无情也快车载着我，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有爱我？无情也快车好一声，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我心内的话，心内的话，比风吹拍长线。停，
好，来接下来来最后的这一小段来嗦嗦啦啦嗦，咪咪嗦咪瑞哆啦啦，再一次。嗦嗦啦啦嗦，咪咪嗦咪瑞哆啦啦。我知影缘分已经随风散，我知影缘分已经随风散，我知影听缘分已经随风散，随风的尾音是吧？随风散。随风散啊，这个地方呢要发的声音哈、哦。我知影缘分已经随风散，咪瑞哆瑞。咪嗦咪瑞，咪咪瑞哆哆二三，咪瑞哆瑞，咪嗦咪瑞，咪咪瑞哆哆二三。哎，最后一句我们看一下歌词写什么？得袂到你的爱，心已碎啦；得袂到你的爱，心已碎啦。得袂到你的爱，心已碎啦。二三，哎，唱到这边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间奏七小节，然后反复，反复我们要从哪里来找一下？雨山下啊，又开始来停，停，雨山下。我一个人，哎，又继续唱，又唱到哪里呢？又唱到在这里，得袂到你的爱，心已爱吹啦，赶快嘛是这个小节，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都是唱这个小节，吹啦，心已吹啦，二三，隔壁不是第二遍这里呢第二遍在这里，所以第二遍呢心一吹啦，然后跳一个这个跳这个高帽子一，再到这边停停停，手啦哆瑞，哎，谁扭手啦哆瑞，谁扭要接哪里？找一下谁扭在哪里加。我在啊，接副歌对啊，无惊讶，好来那然后又一直唱到得袂到你的爱，心已碎啦，二三结束所以这首歌呢要唱2遍半。刚才已经给大家逐句的教唱一句一句给大家介绍说明已经按头唱到尾啊，对不来。我们就来唱第二遍，连着第三遍。第二遍要怎么样？间奏7小节之后才反复。好，来间奏7小节过了，我们开始反复来停停停。雨山下，我一个人的脚步慢慢行，目睭来看到恁两人的影。爸母命，青梅竹马的情缘已经定，爱着你，不愿放手又安怎？敢是注定你甲我无缘作伴？停，无情也快车载着我，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有爱我？无情也快车吼一声，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我心内的话，心内的话，被风吹拍断线。停。我知影，缘分已经随风散，得袂到你的爱，心已碎啦。停停停，无情也快车载着我，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我一直回头，一直回头，问你敢有爱我？无情也快车吼一声，要离开心爱的人啊！我心内的话，心内的话，被风吹拍断线。三，我知影，缘分已经随风散，
得袂着你的爱，心稀碎啦。停。哎，唱到这边呢，这首歌跟《无情也怪家》两遍半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哈。这个是陈淑萍和吴兆邦合唱的新歌啊。这个去年呢这个12月10号才首播，还很新呢哈，个胖公公哈，才刚出炉的啦哈。来这首歌呢哈，是石国人老师的作品啊，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啊去搜寻一下这首歌啊，先听一下，再回来啊听岳云老师的教唱啊，就会觉得更有 feel 啊。我们岳云爱唱歌呢哈，就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呢哈，这个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制作呢哈更优质的影片、更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欢迎您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看到这个超级感谢请给他点下去给岳云老师抖内同学们，我看抖内是什么物件抖内就是给我赞助啦哈，有大家赞助这个节目这个影片，才会当继续搁再给大家制作，搁再这个制作下去来感谢大家，欢迎给我抖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